怎么了？这边，这边。老板，您能帮我一下吗？您帮我把这个。我是想让您帮我装菜。老板，可以吃饭了。老板，你口味很特别嘛，别人养宠物都是养猫啊、狗啊之类的，你为什么养蜥蜴啊？养蜥蜴不太需要我照顾，养狗的话，每天都会在门口等你；养猫的话，每天还要照顾它。养蜥蜴，虽然我们在同一个空间下生活，但是彼此都影响不到对方。嗯，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老板，小心啊，小心烫。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嘿。你也吃啊？不用等徐总吗？不用等他。小川，你现在在家吗？这几天过的感觉像做梦一样。你怎么动不动就做梦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每天都在做梦。啊，其实我是想说，我很感激你那天保护我。我虽然经常倒霉，但每次遇到危险都会有人帮我。我小的时候遇到过比那天更可怕的事情。那天就有一个大哥哥帮了我，只不过什么？那天很黑，我也没有记住他的样子，而且过去那么多年了，记忆也变得很模糊。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。啊，老板，吃饭吧。